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好，这条天呢实在是真烧热诶！这爱食海产，甚至是爱青食的人，都爱加注意啊！伫咧台中是有一个姓林的男性，伊参朋友做伙去食海产，佮家己烘这个蚵仔来食，结果食煞开始来走北，甚至佮买呕买吐。伊的朋友也共款有一款镜头，6个人是烧连线去住院，医师就判断讲，这可能就是食着水产当中的肠炎弧菌所引起的食物中毒。也那台中市食安处也已经派人去到餐厅来稽查，而且佮甲检体送检。画面当中会当看到一个查甫人入去到急诊室，行路过会贫，看起来是真艰苦，随着倒伫咧病床接受治疗。伊表示家己有并发甲一直装便所的状况，才想着顶礼拜甲朋友做伙去一间餐厅食饭，了后就出现镜头。有可能是吃到像肠炎弧菌啊之类的。细菌感染的海鲜食物，严重的症状会持续这个4、5天到10天都有可能。它的症状的表现，主要是以上吐下泻、肚子痛来表现。这位姓林的查甫人18住院了后，第19又有2位甲伊做伙去食饭的朋友嘛出现相同的镜头来病院。另外，甲因同一天去同一间餐厅食饭，坐无共道的3个亲情，嘛是出现并发装便所等等的状况。虽然2道食无共的菜，不过同款拢有食家己烘的蚵仔，前后拢总有6个人去住院。考先科一般就是会怕加热不完整，加热不完整，其实它的肠炎弧菌跟这个沙门氏菌都会潜伏在肚子里面，它就会持续在那边作用。学者表示，最近天气烧热，海产着较高的产生歹菌，其中肠炎弧菌是上接看到的。这个歹菌多数拢袂冻烧，所以大部分民众是食到无青，也是煮无熟的海产才会排腹肚。建议民众都爱尽量避免食到青的海产。若是海产无冰，嘛莫超过10分钟至15分钟，才会当确保食食的安全。因那台中市食安处嘛派人去了解调查食材甲餐厅的卫生环境敢有符合规定。记者综合报道。